我諗 click 得入嚟呢一段片嘅同學仔咧，可能都係俾我哋個標題吸引咗。你知啦，YouTube 都係好鬼標題黨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其實咧，個標題係事實嚟嘅。我真係可以叫做貼中咗2024年作文嘅題目。咁眾所周知啦，2024年嘅第二題係叫做無愧的選擇。咁而你而家熒光幕見到咧，就係我上年俾中六學生嘅筆記。咁啊，亦都係最尾嗰一期啦，即係貼題嘅筆記啦。咁裏邊咧就有一堆關於選擇嘅資料。OK，咁啊，因為本身呢啲真係我筆記嘅內容咧，咁我就下邊有啲我整蒙咗佢啦。OK，咁而當然你話喂阿 Sir 你貼唔中無愧喎，咁即係我想講我嘅貼題已經同一般嘅補習老師幾唔同，因為我知道有啲老師咧佢哋係不負責任到，總之是但俾咗一堆題目啲學生。嗰堆題目即係可能佢俾100條題目學生，咁啊其中有1、2條貼中咗，所謂貼中咗啊，就係我心目中 high 中咗啦。某啲嘅 keyword 就當係貼中，咁但係我自己所謂嘅貼題咧，就會俾埋溫習資料啲學生，咁啊希望呢啲同學仔可以有啲渣拿啦，如果溫咗相關嘅嘢 ，OK，咁呢個就會係我上年嘅情況啦。不過咧，即係我而家真係好難做宣傳。係啦，因為之前咧都有諗過做宣傳嘅，但係有啲同學仔如果熟我咧都會知道，呢幾年我嘅正職除咗係補習之外咧，仲有就係湊仔啦，係啦，同埋放狗咁啊，所以咧真係好難做宣傳。OK，不過嚟到而家呢刻咧，因為呢個 video 講貼題啊，咁都要話俾大家聽啊，其實咧我都貼題 OK 嘅咁樣，咁啊甚至咧，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上網 search 下，以前我做大補習嘅時候咧，都真係貼中過幾多唔同嘅題目嘅。OK，喂，咁啊講翻啦。你即係我而家咧，好似喺度 show 緊自己，哇！之前有幾風光，有幾風光。咁你話喂，咁你2024貼中，2025年貼唔貼中咧？跟住我好快咁樣解釋下，點解2024年會貼中選擇呢個題目咧？其實好簡單嘅，你睇下熒光幕呢一張圖，眾所周知嘅啦。考評局通常會因應一啲社會嘅事件，又或者一個世界嘅大趨勢，然之後咧就去變一啲題目出嚟，即係我用個變字，因為佢唔會直接出嘅。OK，咁所以咧其實好老實嘅，我唔係2024年我先貼選擇呢一樣嘢，其實我貼咗幾年噶啦。OK， 咁而我當時係點樣諗嘅咧？嗱，大家會知啦。你話移民，考評局會唔會直接出移民兩個字咧？我覺得機會真係好低好低。OK， 因為佢不嬲都唔興好直接嘅講啲嘢。但係我會諗就係，喂，移民牽涉到啲乜嘢咧？可能即係舉例啊，就係頭先我講啦，牽涉到嘅就係你嘅選擇啦。你選擇離開定係選擇留低咧？你選擇仔女所謂有一個更加好嘅學習環境，定係選擇同你嘅父母繼續喺一個你出生嘅地方生活咧？咁呢啲係一啲我認為人生好大嘅選擇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會諗選擇甚至我話俾你聽，我有諗過第二樣嘢，就叫離別。因為你話離別咧，其實唔係淨係移民先有離別嘅，即係我哋成日講生離死別。呢啲亦都係咧，人生裏邊好容易會接觸到嘅一啲大嘅課題，所以我就當時會諗，咦，呢啲都有機會喎。咁既然有機會，我咪提供一啲資料俾學生去溫習咯。OK，咁而我希望咧，其實喺2025年都可以幫到大家少少呢啲嘢。講翻2025年嘅情況，如果你本身係我補習嘅學生，咁應該都會聽到我喺即係上堂嘅時候咧，不斷同你講有啲咩課題比較熱門咧咁樣。咁但係咧喺呢段片裏邊，我只係講一個大家都覺得應該幾熱門嘅，就係奧運啦。嗱，點解咧？因為2025年嘅試題正常嚟講，佢就最新嘢出唔到㗎，因為你知出題都要時間啦。所以咧，我哋不斷會諗翻對上1-2年。有啲咩 hit 嘅嘢咧？咁樣咁當然就係奧運啦。因為2024年嘅奧運應該係香港有史以嚟成績最好嘅一年啦。咁攞咗2個金牌，好似係咪啊？咁但係其實嗰啲我唔係好 concern，我最 concern 就係何詩蓓攞到牌係啦。因為呢個就係我最中意嘅奧運嘅運動員，係無他因為靚女啊嘛，係咪 ？OK 嗱，咁講翻先嗱。如果你話奧運係好 hit 嘅，咁考評局會唔會直接出奧運咧？機會就真係好低好低嘅。咁所以咧，譬如你話我都想喺而家考試前去諗下，我有啲咩方向可以溫下，又或者
我甚至係因為作文啊嘛，有冇啲嘢我可以作定先嘅咧？咁樣啊，咁又或者我諗下有啲咩作文方向會唔會係幫到自己咧？咁樣嗱，會咁睇嘅。因為今年咧，佢係有呢啲機會，唔係出記敘文，而係出描寫文噶嘛。萬一出描寫文嘅，有冇機會係出呢啲啊？譬如你話，OK，佢唔會出奧運喎，可能佢出運動會。OK，咁因為運動會佢唔一定要係奧運、亞運又得，係咪？甚至係你學校嘅運動會又得，如此類推。OK，可唔可以咁咧？譬如出運動會，我當啦。如果出描寫文嘅，可能會出見聞啊，即係要你寫景啦。啊，人加文物件，再唔係啊，好耐冇出過啦，就係眾生相，即係話要你描寫好多種唔同種類嘅人。咁再唔係你話，咦，可能佢唔係用運動會呢個詞語。即係呢一度啊，運動會可能佢唔係用呢個詞語，會唔會係咁啊？而喺香港咧，咪好中意搞盛事嘅啊？聽聞曾經想發展一啲叫盛事經濟嘛。雖然搞親啲盛事都即係我唔俾評論啦。OK， 係啦。咁啊，你話喂係香港咁中意搞盛事，會唔會係盛事嘅見聞或者盛事嘅眾生相咧？呢啲我覺得有機會嘅方向。OK， 咁而另外啦，如果我哋話，唔係，畢竟描寫文佢有機會出啫，但係機會唔係最高啊嘛。咁你最大機會出，不嬲都係記敘抒情文噶嘛，係咪？咁如果出記敘抒情嘅，有冇啲咩方向？我溫定先嗱，我會咁睇啊。最好就溫定一啲嘢係，就算佢唔出奧運相關嘅嘢，你平時作文都有機會用到嘅。如果萬一佢真係出啲同奧運相關嘅，譬如運動會，我更加可以將嗰啲人生體會啊等等嚟擺落去咁樣啊，甚至我背定啲名句。咁我相信咧，譬如你話奧運。我哋一定會諗起就係奮鬥啦，係咪？因為我相信好多奧運嘅運動員都係經過奮鬥先有咁嘅成績啦，係咪？無論係頭先我講何詩蓓啦，定係張家朗啦，咁啊都係。OK，咁又或者咧，再唔係你可以諗理想，我哋都會相信好多人可能係即係好多運動員啊，佢係放棄咗做一份我哋心目中覺得好正常啊揾到食嘅職業，而去為佢嘅理想去奮鬥。咁所以理想可能都會係一個你可以去諗嘅方向。而記住呢啲咁嘅 topic 最好係咩咧？因為你就算唔係作奧運相關嘅嘢，你人生始終都係要奮鬥，都要有理想噶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溫定，就應該可能會點都幫到自己啦。咁另外，大家可能會諗，喂，唔係，有時咧我哋溫書。有啲同學中意作議論文噶嘛，咁你可能話，咦，萬一作議論文，佢出啲同運動即係相關嘅，我會唔會有啲運動員嘅我哋叫名言或者叫名句，我溫定先咧？咁樣我絕對係贊成嘅。不過咧，我有少建議俾大家，就係如果你去即係譬如作議論文嘅同學仔，你中意去舉一啲運動員嘅例子，你舉何詩蓓、舉張家朗，我認為係唔係咁好嘅。因為太多人會用呢啲例子啦 ，OK， 即係等於咧，以前李慧詩即係踩單車嗰個女仔咧，好叻嗰陣時，sorry， 應該咁講，佢而家都好叻，係啦。咁但係以前佢成日攞牌嗰陣時，喺啲大型嘅運動會，咁你發覺咧，考評佢都有講過，哇，好多學生用李慧詩呢個例子喎。咁當然啦，多人用嘅嘢冇話你係錯嘅，不過你會知道，當好多人用，似乎就冇咁易突出到自己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勸大家係咁嘅，如果你要背一啲無論係名人嘅名言，即係語例啦 ，OK， 咁語例可以擺落議論文，亦都嗰啲名句可以擺落你記敘文嗰度，OK， 又或者啦，作議論文嘅同學仔，你想背啲事例 ，OK， 咁我希望你可以試下，不如諗下一啲殘障嘅運動員 ，OK， 咁我哋會知道咧，其實香港人不嬲喺殘奧成績都係非常之好，咁而我自己心目中啊，殘奧嘅選手某程度上係比起身體健全嘅奧運選手咧，更加值得我哋去尊敬。OK， 因為克服咗好多身體上嘅障礙。OK， 咁呢一個咧唔係咁多人會去背一啲譬如殘奧運動員嘅資料，又或者佢講嘅一啲説話。咁但係如果你能夠背到又擺到落你嘅文章合理嘅咧，我相信都幾容易突出到嘅。咁以上咧就係一啲我自己對於今年2025年貼題嘅一啲睇法啦，即係我哋會咁樣睇。其實貼題咧就唔一定貼中嘅，不過咧我哋盡量做一啲係進可攻退可守。OK， 即係正如剛才所講，你背咗某啲嘅概念，其實就算唔出真係呢個 topic 嘅，你都有機會用得到啊嘛。OK，咁總之記住
而家剩翻咁少時間咧，你喺貼題上邊嘅溫書就唔好孤注一擲啦，盡量。OK，咁而另外啦，喺臨完呢一段片之前咧，都提一提大家啦。咁就我哋嘅史前8講咧，頭嗰4講都係關於作文啦。咁啊，嚟到呢一段片咧就講晒噶啦。咁即係如無意外，我哋下一段片咧會講下實用文可能會點樣出咧咁樣。咁啊，大家咧如果未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嘅，不妨可以 subscribe 啦。如果覺得呢段片有用嘅，可以 share 俾呢啲朋友仔，同埋幫手 like 咗佢啦。OK，咁而我哋嘅 subscriber 咧，即係終於到9000人啦。係啦，咁啊睇下有冇機會，我哋可以喺呢個零禮拜再多少少啦，咁啊幫多啲唔同嘅同學仔。OK，咁而如果大家有興趣 follow 我 IG 嘅，咁上邊係有 IG 嘅呢個account 啦。咁另外如果有啲師弟師妹想揾補習嘅咧，呢個係我哋杏壇教育嘅聯絡方法。OK，好，咁我哋呢一段片就係咁多，下一段片再見，拜拜。